来看这固定古迹家己的旧家角是利用内底的方式来举办浸水式的活动甲展览，希望会当互民众来了解家己旧家角的建筑甲文化。伫家家的房舍内底，有民众伫特别设计空间内底来翕相，嘛有人参与浸水池的体验。固定古迹家己旧家角，为着要互民众行入摆这个有100年历史的建筑，特别设计展览甲活动，要互民众对家角有新的感受。还是蛮有趣的，就知道一些这边的历史，还有一些可能里面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样。这次体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它里面的布置就还不错，蛮有那个情境的跟那个氛围。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角，是台湾为日本时代到搭，也阁保存真好的家角建筑。为着要活化空间，拍破民众对家角较无好的印象，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甲展览的方式，互民众有机会来日本家境文化。大部分的人拢感觉遮足恐怖的，啊无就感觉哦，这敢若一寡旧的物件伫遮，所以阮会做一寡游戏，你会使去闯关。闯关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会了解这内面有一寡趣味的监狱内面的代志。活动除了紹介家家特殊的建築，分享內底一寡較無人知的代志以外，主辦單位嘛用藝術的方式，替一寡房舍做改裝，佮設計浸水池的活動體驗。除了互民眾佇房舍感受無共的感覺，嘛希望替舊家家空間的活法展現新的創意。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